控的都是些什么人呢？今天咱们就分析一下啊。第一呢，毫无疑问啊，肯定是借着疫情发财的人，也是疫情的既得利益者。比如说核酸企业，比如说那些防疫用品的生产厂家，再比如说某些部分地区那些能控制生活物资发放的管理单位、管理组织啊，极个别的管理组织呢，用手里这点权力去哄抬物价、卖高价菜啊，有关系的甚至临时注册公司专卖那些山寨垃圾食品。上海就是个例子，短短3-2个月啊，就能搂得沟满好评。如果说耗子药能卖到1万块钱一瓶，那么卖耗子药的恨不得自己取个母耗子回家，亲自和它下崽啊！不得不说呀，疫情苦了绝大部分老百姓，但是也把一小部分的黑心商家喂得肥头大耳。我相信呢，早晚有一天他们得把吃进去的给吐出来。第二类呢，就是那些退休金优厚的离退休人员啊，他们有国家养着，无论发生多大的变动，也不会影响到他们的退休金啊，并且这一类退休人员呢，普遍年龄较大，信息相对闭塞，非常容易受到蛊惑啊，也非常愿意相信一些言过其实的话啊，所以他们会严重高估奥密克戎的可怕性。第三呢，是那些旱涝保收的铁饭碗，这类人员呢，受疫情的影响其实也不大。而且因为是公职的原因，绝大多数人的薪资待遇啊，平时不如个体户和那些私企打工者，还有这些自由职业者啊。但是他们铁饭碗的最大优势就是相对稳定，尤其在长期疫情的冲击下啊，就更加凸显了这个铁饭碗旱涝保收的这个稳定优势啊。不患寡而患不均啊，其实就是不怕大伙儿一起穷，就怕大伙儿富的不平均。那这一场疫情呢，把多少曾经的中产甚至高产阶级直接给打回原点了。那让这些铁饭碗们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莫大的心理安慰和心理平衡。第四呢，是防疫爱好者啊，怎么评价这类人呢？这类人呢，属于在正常生活中一无是处，要本事没本事，要能力没能力的社会边缘人。比如说啊，经常蹲守在某小区门口的极个别的红马甲啊，以前呢，每天他们的工作就是负责给业主抬抬杆啊、放放杆，但自从有了疫情以后啊，这帮人感觉自己身上穿的不再是红马甲了，好像是皇帝赏的黄马褂啊，这嘴里叼着物业和这个居委会发的鸡毛令箭，感觉自己好像有了执法权啊，摇身一变呢，在业主面前反倒成了主子，语气强硬不说呢，甚至百般刁难啊，让这群身无一技之长的这些社会边缘人呢，终于啊实实在在的猛刷了一把存在感，终于找到了久违的尊严呢啊，那叫一个痛快。以上呢就是我分析的这个最不希望放开的这几类典型人群啊。当然，除了上述几类呢，其实还有很多出于不同的目的、不同动机的这个人，他不想放开。